运证书王丹和一个查甫的政治工作者指控要甲性骚扰，那王丹是呛声回应讲，欢迎去提告，透过法律来找真相。另外，同款逼出甲人性骚扰的国民党立委布坤琪是强调，伊从来都毋捌甲人性骚扰过。国民党内嘛已经启动性平调查。 提出甲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的面册对话，也有求助王丹助理记录。这男性前政治工作者指控2014年6月7日，甲王丹斗阵去美国纽约，伫饭店和王丹性骚扰，佮提出伫王丹住的所在翕的相片，证明家己绝对无做假。我现在面对王丹妮，我就像是那个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，我很害怕，因为。 我觉得，如果我一个不小心，我有可能就会被你这台坦克打死。可能会涉及到的不只是所谓的性骚扰，而是有机会落入强制性交的范围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追诉期是20年，所以其实是还没有过的。 这15人表示，若王丹无伫台湾时间6月7日半暝进前提供正面回应，对查证据去提告。王丹是透过面册回应，欢迎提告，支持用法律的方式找代志真相。性骚扰案件连环逼空，国民党立委也是前法院院长的布坤琪，和女性资深媒体人指控2014年伫食饭期间有对性骚扰。布坤琪声明回应，行政治路20多年来，从来无利用权力关系骚扰女性或者下属，坦然接受司法。 国民党性平机制上严格检验。国民党坚决捍卫性别平等及女性权益，没有模糊的空间，即刻启动党内性平调查机制，秉持无往无踪的精神，深入了解调查其情况。 另外，车三也逼出小型自由会也传出性骚扰案件，有媒体指出，涉嫌的重要人士是现任的总统府主席。总统府回应已经请小型自由会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做基础启动调查，无清楚代志了后，会再规定移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